桃园机场最近发生3件，那像是走私毒品入境，去互海关查到，佮想要当港的事件。其中一个嫌犯佮用拳头武要攻击海关，目前检方是甲其中一案起公诉，另外2个嫌犯也在侦办。法国码头走私37公斤大麻过境途机被掠，假旅游真早大案件一直出来。113年桃园机场查到旅客运毒案件内底，用员工名记来台有12案。今年到目前为止有17案。最近佫传出3件疑似走私毒品入境，互海关人员拿查了后逃走的事件。其中一个嫌犯佫出拳攻击海关人员。关务署台北关回应，案件已经移送检调来侦办。那可能就要追了，有问题他们会叫那个警察过来。确实会有一点危险，突然这样子，就是心里会有一点紧张的。针对桃园机场3件查到毒品佮逃走案件，5月姓林的16人运海洛因毒品，7月姓刘16人运大麻花，8月姓柯16人运海洛因毒品，拢互台北关甲航警局马上发现拿查，佮由桃园市调查处移送地检署侦办。被告3人均经检察官讯问后，向法院申请羁押获准，其中林姓被告因涉犯运输低级毒品罪嫌，经检察官于今年7月提起公诉，并具体求刑有期徒刑15年。地检署表示，5月运海洛因的姓林的被告，已经因为涉款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第4条第1项的运输低级毒品罪嫌，经过检察官提起公诉，佮具体求刑，有期徒刑15年。其他2个被告也佮在押，有案由检察官侦办当中。记者综合报道。